太平岛的渡口征收启用，外界拢咧关心讲，这蔡总统伫落任进前，敢会将太平岛宣示主权？国安局长蔡明干是发反对，因为南海局势较复杂，未建议总统即阵上岛。另外，金门有2个钓客失踪，去互中国找到，却因为其中一个是国军，到大桥无法度转来。蔡明干表示，这个代志两方是有一直咧吵。美专两个救援去年摕到中职总冠军，2亿规定伫总统府，总统蔡英文甲准总统赖清德拢亲身接见奖励。不过外界更较关心南沙太平岛码头整建完工，蔡总统敢会上岛视察，也当宣示咱国有国土的决心。不过国安局长蔡明干是反对的意见。南海地区的地缘政治的环境比较复杂，那总统的登岛的动作会不会被国际社会解读成是激化紧张情势的一个举动？那这样的一个解释会不会对于台湾的外交利益产生一些影响？那没有办法来降低一些不确定的因素的话，现阶段我们不建议总统去太平岛。那考虑到上岛这个动作恐惊影响咱外交关系，蔡明干嘛说明南海地区军事化程度高，嘛爱评估总统专机飞行甲维安的问题。颠倒是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已经排定立委5月16要考察，不过这个委员会2日由调委马文君来主持，召开40分钟的秘密会议，也引起立营的质疑。黄曙光也涉嫌泄密，他也是有被告，那他应该要先辞他的前届召集人的职务吗？马文君更认各组尖水南泄漏秘密案，互人质疑进入秘密会议是无适当，不过伊是强烈回应。蔡明干是讲配合调委的职权回答立委关心的问题。另外，金门有2个钓鱼的人失去联络，互中国找到，传出一个钓鱼的人有国军的身份，地势无法度转来台湾。国安局是证实，人也搁伫对岸，海巡署持续伫沟通，逐工拢有进度伫回报。记者综合报道。